嗱，大家讀聖經咧，好多時候我哋唔係身處喺當時嘅文化背景，所以咧我哋對一啲嘅聖經咧，可能咧喺解釋上會有啲嘅困難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搜集咗有好多呢啲嘅聖經嘅時期嘅教材。舉個例子咧，好似我而家手上呢個油燈，我哋就可以了解咧當時一啲嘅聖經嘅背景。舉個例子，好似咧10個童女嘅比喻。當時咧，耶穌曾經講過一個比喻，就係10個童女，有5個預備咗油，5個係冇預備油。點解佢哋需要預備油呢？原來大家你睇下，當時嘅油燈咧就係一個咁細嘅 size。點解佢哋嘅油燈係咁細嘅 size 呢？因為咧佢哋當時咧啲油係好矜貴嘅，咁佢哋每一日咧只係當太陽落山嘅時候就開始係倒滿油。咁啊，當佢哋咧點着咗呢一個燈之後咧，佢哋就會係放喺度咧，係由得佢嘅燃點，直到佢哋要瞓覺嘅時候，咁佢哋咧亦都唔需要去吹熄呢一盞嘅燈嘅喎，因為如果係吹熄咗之後咧，佢哋就可能揾唔翻自己張床，因為係太黑啦，出邊亦都係冇街燈，咁所以咧當時佢哋嘅油燈咧普遍上都係咁細個，只係方便佢哋咧每日燃點大概係4個鐘頭左右嘅。咁啊，因此咧10個童女，其中有5個聰明嘅童女預備咗油，就係因為萬一新郎遲延嘅話咧，佢哋仍然有油能夠可以係點着，以至佢哋能夠可以配得進入去新郎嘅筵席。